拣选我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我靠你。恁着我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主耶和华是永远的石盘。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会众请起立诗。地主民尽，边境有山。
亲像心在家家，我你灿烂荣耀，哦我哦我高高伟大，心之音高音我，万quân的主领高，万你心为最高。阿门。请咱永远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做信用告白，请。我是被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母也处死。伊本丢比拉多临来受苦，顶是日嘅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做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来生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高塔启应文第8篇。启应文第8篇，我来刻，恁来应。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虽然有军兵在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按紧保护我，将我放伫伊步边抗肉的所在。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我要伫伊的步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你着翕无见我的面。毋通对我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爸爸上帝，我感谢你做阮的天父，并且差遣圣神时时刻刻甲阮指导。无论阮伫啥物款的境遇，主啊，你是阮的爸，你是阮的上帝，是拯救阮的石盘。阮一生要跟对你。主啊，求你操练建造阮的信心，互阮毋甘若伫平静的时阵，会当对你有信心，并且是伫有大风大影的时，阮确信你是全能的上帝，你会引带阮行伫主替阮平凡的路上。我要靠着迄加天互我快乐的凡事，拢会当做。虽然伫咱生命的过程中，嘛会拄着失败，但是阮永远坚定相信，主有你好的旨意甲安排。伫这过程中，互阮会当经历主你奇妙的带领甲同在，互阮人民搁较成长。主，你是全能的上帝，阮毋是凭着目睭所看的，
若是照着神来行头前的路，神是对所望的代志有把握，是对无看见的代志有证明。你的话一句嘛袂落空，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阮确信你的时间拢是上好，确信你的安排拢有意义。求你加添阮每一个人信心，无惊风影，无惊黑暗，因为你是带阮出黑暗离光明的上帝。主啊，阮免将一切交托伫你手中，阮安尼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乌鲁，咱请圣歌队，因要唱的诗歌是《伫这阳光的日子》，乌鲁主。来，打着来欢喜乌鲁上帝，三更乌鲁着乌鲁，伫这阳光日子来对主乌鲁。圣经，今日上帝话记伫马太福音14章25节到33节，伫周报的后壁面。我来读。每时四更，耶稣对海面行，就近因。
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心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嗷叫。耶稣迎面甲因讲话，讲安你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因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准你落去，行水面，要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你要转落去，就嗷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心的人，啥事要伊？因就船，风就停。船里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上帝话读到遮，正道，咱请黄锦白传道师，伊的题目是国清经历主。我所敬听的刘兄弟，大家平安。进前姊妹主任牧师交代我讲，今仔日是合堂，所以用华语来敬祷就会使啊哈。感谢我们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接纳。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玉神派我来跟各位来请安报告。那感谢我们的兄姐过去以来对玉山神学院的所办理的神学教育的关心带导跟奉献，特别是去年的动4、动3的地震，那玉神的校舍损害得非常的厉害，那包含我们建成教会的兄姐以及各界都有非常踊跃的奉献这样的爱心在肢体之上特别的感谢。我也相信未来我们的弟兄姐妹会继续来支持玉山神学院所办理的神学教育。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蒙甲教会的传道师黄锦白。那刚好我就是玉山神学院所毕业的学生在2年前从玉山神学院道硕毕业。经过长老教会总会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抽签分派，那抽到台北中会，然后台北中会又派我到蒙甲教会来服侍。那也刚好在蒙甲教会这段期间，并没有主任牧师。那我在这当中一班逆故时间真紧，那过2年去感谢上帝的保守甲引带。跟文典在这段时间引领我2年的服侍。那大家可能看到我有时候有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起来不像原住民我不是原住民我是正港的台湾人会这样问，其实大家都心里会问说，玉山神学院不是都是原住民就读的学生吗？应该是这样讲啦大概在30几年前的时候，东部地区的平地的教会，东部中会啦大家知道吗？有些跟玉山神学院反映，也跟总会反映，希望说可以让平地的东部的学生就近可以去读，这样所以他就开始有开放不过每年大概就是1、2个、2、3个学生主要还是原住民这样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因为我住花莲所以就近去读玉山神学院大概看我知道我有年纪这个就跟志梅牧师跟一节牧师一样
之前其实都有在职场上工作过了哈。那我23岁的时候从警察大学毕业，然后在台北市服务6年，然后就请调回我的家乡花莲啦哈。然后在花莲县警察局也服务了20年的时间哈。那在109年，也是我49岁的时候，那感受到神的呼召哈。那我就从花莲县警察局办理提早的退休，那就顺应神的呼召去就近读花莲的玉山神学院，从我家开车到玉山神学院大概10来分钟就到了啦，所以那个时候后来就事实上比较早的时候，其实在我在花莲县警察局服务期间，我就有到玉神去修过其实蛮多的课啊，所以说后来就留在那边念神学院。有关于我的经历的部分等一下还会再提到这一些啦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建成教会的兄姐的接纳在今天的玉神奉献主日来跟各位请安报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更深经历主，不只是知道主，也不只是相信主弟兄姐妹，真正的相信会带出行动的嘛，对不对？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能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主，那个经历很重要。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也会非常的精彩，我们的生命会充满了那样的感染力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会有那样的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不是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所描述的门徒的主角是哪一位？彼得好，彼得大家我要按抱歉彼得，大家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在福音书当中所看到的彼得，很多人觉得对他有点比较偏负面的印象，你有没有，弟兄姐妹？因为觉得彼得他，抱歉我先试一下，往下了彼得他觉得他很鲁莽、很冲动，有没有？刚才讲的3次不认主也是啦那3次不认其实就是话讲得很快嘛然后又觉得他这个有勇无谋，有勇气，但是好像欠思考啦大家很多都是这样的印象。一个人的生命个性通常都是一体两面的，有负面就会有正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正面的个性他勇于尝试，是吧？而且他主动积极凡事都冲第一个，说第一个，做第一个。其实彼得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个性，所以我们在福音书常常看到他等于是说跟耶稣有很多的对话，有没有？有很多的交集。换句话说，彼得他常常经历耶稣，不是吗？在今天的经文所读到的部分的前面一点，耶稣刚行完一个5饼2鱼的神迹，然后耶稣一个人上山去祷告，然后他催促门徒坐船渡过加利利海到另外一个城市，但是门徒在海上遇见了风暴。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25节，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26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起来，说是个鬼怪。他们害怕的喊叫起来，看到夜深黑黑的，有人在水面上走，门徒害怕喊说是鬼怪结果在27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弟兄姐妹，耶稣所讲的这句话是我这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圣经希腊文新约希腊文原文读作 ego eimi， 其实它的意思是我是是我跟我是一样吗？好像不太一样我是上帝，不要害怕。
当在旧约出埃及记3章14节，摩西第一次遇到耶和华神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跟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和合本讲说我是主人之人的啊。好，第希伯来文圣经旧约希伯来文讲，埃谢海亚埃谢海亚，我就是我就是那一位最早的那一位，没有可以再形容我的。我是上帝，我就是创造万物的那一位，最早的那一位。还有什么可以形容我吗？没有了。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在第2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卓学派的这个70位学者，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让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得懂。在希腊文那个地方，就是出埃及记3章14节所讲的这个字，也就是 ego eimi， 我是上帝呀。所以耶稣在这里跟门徒讲到的说，不要害怕，我是上帝。约翰福音，耶稣有没有7个宣告说我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复活，我是7个，还有个什么？好像还有一个哈，这个耶稣是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其实耶稣所讲的我是，不只是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遇到门徒的时候所告诉门徒说，我是上帝，不要害怕。在今天他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遇到困难？会嘛？但是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跟他求告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是你的山寨，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四围的盾牌，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接下来的经文就会进入到最精彩的部分，因为彼得要走在水面上了。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中，彼得到底是如何来经历耶稣的？这真的很值得我们来看，还来学习呀。可以分为3个阶段哦。第一个，因着耶稣愿突破。当27节耶稣说是我是上帝，不要害怕，他们以为是鬼怪，不要害怕，我是上帝。彼得就是这样，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回答的。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彼得讲的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弟兄姐妹，我们至少可以知道2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彼得在确认耶稣的身份，如果是你，耶稣如果是你，他在确认耶稣的身份，并且耶稣当时确实是走在水面上啊，是一个神迹，耶稣在行一个大能，一个神迹啊。第2方面的意思，彼得在确认耶稣大能的一个延展性，不只是耶稣他自己走在水面上这样的神迹大能，彼得还希望怎么样？希望这个神迹可以延展到他的身上，他因着耶稣，他也可以走在水面上，没有错吧？这句话至少可以表达这样的意思。当彼得这样说之后，后来呢？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只有彼得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因着耶稣走在水面上啊！弟兄姐妹，彼得他因着耶稣，他愿意突破船上的那个舒适圈，看到风浪那么大，他也不害怕，他愿意因着耶稣，他尝试走在水面上，他也真的突破了，就这样走在水面上，不是吗？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刚才讲这2节28到29节所解释的说，我们相信耶稣的大能的延展性，就是彼得所遇见的。我说这2节这样的经文可能我在看只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意思。为什么我这样说？其实深层的意思或实际上的意思是，彼得他在相信耶稣之后，他实际展现出突破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讲，你知道吗？弟兄姐妹，
彼得他说他相信耶稣，耶稣说你来吧。我请问假如是你在船上看到风浪那么大，耶稣就算真的叫你来，你也相信耶稣，你真的敢跨出船身，真的把脚踏在海面上吗？你敢吗？但是彼得确实做到了，他不只相信，而且他展现出突破的实际的行动，不是吗？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非常的有意义我们今天说我们都相信耶稣啊，要不然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啊，不会坐在这里敬拜神。我们虽然说我们相信耶稣，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关键的时刻，一些突破性的行动的时候，例如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服事，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委身，甚至我们需要更多的奉献的时候，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现实的状况了？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值得我们去深思。像彼得在这种情况下，他愿意真的突破，展现出突破性的行动啊！不要忘记在船上那个时候，还有11位按兵不动的门徒坐在那边动也不动是彼得他勇敢的这样因着耶稣，他突破，而且他真的是突破走在海面上的。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我在109年的时候，我在花莲县警察局提早退休啊所谓提早的退休，就意味着会损失很多的什么？退休金这个公务员在场，我相信有公务员或者是公务员退休的。其实公务员在讲退休的时候没有人所谓的退休一定都是指什么？月退啊，对不对？对了很多人在点头。其实，在49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没达到月退俸的资格，我要55岁才能月退啦，55岁啦，当我49岁的时候，其实是符合公务员一般最基本的就是一次退满25年，那时候我26年了这样的退休了当我这样决定要退休的时候要去读神学，我们局长是2、3次跑来找我说：“你有想清楚不？你有没有想清楚啊？真的不要冲动呢。”这样当然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什么了可能解释他也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那时候内心我所知道的就是，我那时候没献心那时候感动到一个程度，我那没献心真的等到55岁再来献身，我想我可能都练起来，你知意思吧？可那时候我觉得55岁以后我有月退俸的时候，我可能就一辈子当长老，当到70岁退休这样了。做长老无较歹呢无输金呢，长老是无输金的我的感动是这样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就退休，顺着这样的感动可以说是愿意在我有限的生命为耶稣来侍奉，多做一些事情弟兄姐妹，这是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一点，怎么样？第一点，这个彼得耶稣他愿意突破。第二点，靠着耶稣要看破。什么意思啊？当彼得走在水面上的时候，后来只因见风很强，就害怕起来，将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彼得明明定睛的耶稣住行里亚收的时阵，他把风浪踩在脚下，踏着风浪往耶稣那边走过去。但是呢，当他看见风浪很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他怎么样？他就跌下去了。弟兄姐妹，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如果你住把的亚收的时阵，住行的亚收的时阵，我们是很有可能把风浪踩在脚下的嘞，是不是？但是当我们看现实、看环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被环境、被这个困难卷下去，非常的难过，是不是这样？当彼得沉下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救他？彼得怎么说？喊着说：“主啊，救我！”在这里我就要问刚才一个关键的问题彼得在跟随耶稣之前，他是做什么行业的捕鱼的在加利利海捕鱼一辈子我问你抓鱼的人会要收水不？
一定就厉害嘛，对吧？哈，当彼得跌到风浪下去的时候，他有没有靠着他很厉害的游泳的技术，自己游到船上？这个对他来讲一定轻而易举的，没有，对不对？他马上喊叫说：“主啊，救我！”弟兄姐妹，这很重要啊！彼得在那一瞬间，他看破他自己有限的才能，他定义呼求耶稣的拯救啊！我说这是一个顺序与态度的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想请问你，你的第一个态度是祷告呼求主，交托给主，还是自己都去处理就好啊？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可能自己就觉得啊，这个我有经验，我会处理就去处理啦，是不是？啊，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处理的好啦，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处理掉不飒飒，想要甲请耶稣来带咱切尻川，是不定定有这款经验。只要我们先交托给主的时候，主他或许会调度环境，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啊。他可能会请别人来协助我们，他可能也会回头使用我们自己的恩赐来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顺序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非常的重要啊。当彼得他跌下去之后，耶稣我们马上救他。31节，耶稣立刻伸手拉他说：“你这小信的，为什么疑惑？”耶稣有没有在那个时刻，彼得跌在水里的时候说啊，你这个平常上臭屁就是你，什么代志拢冲第一个讲第一个。这个时候我来先带你讲一片道，讲了的时阵看你有悔改不，我再来决定要不要来救你，还是跟天父上帝先祷告一下，神啊，要不要救彼得呢？祷告完再来救彼得，这彼得可能就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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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很多水哈。我们发觉耶稣立刻伸手拉他，后面才教训他：“你这小信的，为什么疑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觉这里有一个很美的顺序？耶稣总是先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困难，回头才教训我们，才跟我们讲道，不是这样吗？在40岁了哈，在100年的时候，是我40岁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我升官最顺的时候，可以这样讲。那时候大概就是40岁，要派分局长了，就在那个时候哈。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却遇到了一个人生的一个大转弯呐哈。其实当时我是花莲县警察局的督察哈，然后1年大概要帮检察官办10-20个案子跑不掉了，检察官会发交查一些案子哈，然后这对我们来讲是例行公事。但是当100年那时候，我在帮检察官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过程要讲非常久了哈，所以我简单说，那个时候帮检察官办这个案子，办到最后，这个检察官是非常龟毛、非常机车的一个检察官，非常恶质的一个检察官哈。当帮他办完的时候哈，他不满意啊。他甚至觉得我阳奉阴违哈。那这个办到最后，除了我帮他办完这个案子之后，他最后把我办进去啊，你知道意思吗？把我办落啊，他用一些程序上的东西哈，这个觉得说我很像没有认真帮他办，而且甚至怎么样阳奉阴违这样哈。好，这个过程我就不多说了哈。一朵他办得起，我就被他这样起诉了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案子？打这个官司我打了多久，你知道吗？4年半的时间呢。虽然4年半之后被冤枉了无罪，但是我们讲说慈爱的正义已经不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正义了。在那个过程中，我真的觉得在那个过程中，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无力感啊！我人生第一次觉得那么无力啊！当以前在当刑事组组长的时候在办案的时候，我们为了要破一个案子，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就开始穷追猛舍，这样去追，能有什么案子破不了的？想尽办法也要把这个案子追出来啊！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就这样追到最后，一定把它办出来。
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那有什么代志，有困难的就对了啦。好，那时候我真的有这样的自信啊。但是偏偏遇到这个检察官的时候，你知道一个检察官他真的要搞你，要起诉你，要干嘛？你是动一袂掉，你知道不？而且进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说进入一个最近电视有很多司法案件，对不对？进入一个司法案件之后我们把它称为说进入一个司法绞肉机啊，大概听有无？你一个人假如被卷入这个司法案件的时候他要跟你申请羁押，要跟你起诉，这样搞怎么样？无限抗告等等，一审、二审、三审，哇，真的是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啊！我那时候就深深的体会这样的感受啊。4年半的时间，若不是靠着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度过啊！不要讲说最后还我清白，是连度过可能都有困难啊。我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感觉到说自己真的非常有限呢。较早外高，做刑事组长外高，真的遇到检察官的时候，你真正是头呢。再次在那个时间，感谢主，让我靠着神，每天靠着宣告神的话语，这样度过。最后也因着神来还我清白，还我公义啊！所以在那段时间，我真的是体会到说，人真正无计较啦。你要看破你自己有限的才能啊！靠着神，神是大能的，特别是在我们困难当中，可以引领，让我们走出，把我们拉拔到宽阔之处。这是跟第二点跟大家讲的什么？就像彼得，靠着耶稣，他看破看破自己真高受水的才能啊！第三点，打人讲啥？第三点，同着耶稣再突破，什么意思？当32节，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当彼得他跌到风浪里去的时候，耶稣伸手拉住他，把他拉起来之后，虽然短短的一个经节，却是内容最丰富的地方啊！弟兄姐妹，你会发觉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完全跟彼得同在了，对不对？并且这个时候，彼得因着耶稣的同在，已经完全把风浪踩在脚下，不像之前第一次走2步就跌下去了。这一次已经完全把风浪踩在脚下，并且因着耶稣的同在，他们走上船。彼得因着耶稣的同在，他已经突破，而且又怎样？再次的突破了啊！是不是？我刚才讲说，我在49岁的时候，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去了高会是5年纪啊呢，那时候已经老花眼了那个在看书的时候，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要读很多书啊，那个字会跳呢，大目镜那是会跳呢，真辛苦但是我相信神既然呼召，神就同在。在这3年的期间，我每一科都拿到很高的分数，也是这样毕业的。然后抽签分发到台北中会，然后到蒙甲教会。我刚才跟大家讲，在这期间，蒙甲教会并没有主任牧师。以我一个都毕业的呢，来到蒙甲教会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蒙甲教会真的是给我没什么那个磨合期，没什么蜜月期，好像什么事情今天学明天就要会了，这样就是这种感受，现学现卖啊。但是也是因为靠着神的恩典我还记得当初我跟我传道娘她今天也有来到现场，我们为了毕业的抽签我们祷告了大概8、9个月的时间我就每天这样祈祷，意思就是说神我跟传道娘一心一意就想要到中南部的乡下去牧会然后因为我52岁毕业然后我就想说，我哪去这个中南部的庄脚所在然后在那边18年的时间就给他这样然后希望那个时候那个教会以后，在我服侍到70岁的时候，可以成为那个地方的祝福，这样啦那个地区的祝福，我有这个心志啦。然后我跟传道娘就每天这样祷告，甚至禁食祷告祷告了7、8个月的时间。我们是在2年前的6月底要抽签，这样
祷告了7、8个月，我们都找到神，你就带我们到中南部这样一个地方，我相信你会引领的啦哈。我有这样的确据。结果到祷告到最后1个月的时候哈，很奇妙哦。我2个祈祷哈，雄中南部无去啊，你知无？主啊，你就叫你的旨意，看要带我去台，你就带我去台安尼，很奇妙，真的很奇妙。最后1个月，居然祷告就很自然就不见了。好，弟兄姐妹，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过哈。然后我跟你讲哦，最后的3天，第3天，抽签前的前3天，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会听得到神的感动啦，声音这样哈。听到2个字，你知无？讲台语的哦，讲北区2字。然后我说哈，传道人跟我分享，我说北区，我们这个参征怂啊，你花莲多遮久的，要去北区要创啥，对不？然后后来呢，去抽签的时候，我们那些年轻的神学生毕业的传道年轻人抽签都很潇洒，春节的1秒就抽起来啊！我在那边绕了7圈，你知道吗？那个总会的那个陈泽义牧师传道委员会那个干事牧师你很慎重，跟他亏一下了，抽起来台北中会，真的台北呢，然后我就来艋舺教会了，我说虽然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相信，既然神他同在啦他既然呼召以及我那么慎重的祷告，对不对？那神既然同在，我相信神就背书啦，那在这样的当中，虽然说可能有一些辛苦，但是事实上我也觉得很多事情就这样一路突破，也再突破，以至于到现在各位在徛好好伫家啦别阵亡安尼啦感谢主。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彼得什么？彼得他因着耶稣，他愿意突破离开船上的舒适圈呢，是不是？并且他跨出船身，走在水面上，虽然走几步就跌入风浪当中但是呢，彼得的一沉，耶稣的一拉，使彼得向来依靠的老旧生命就沉下死去了。耶稣拉上来的是彼得更新的生命并且彼得持续透过圣灵的大能与同在，得着超然的能力，一生服侍主这段话不就是彼得今天这段经文，他经历主的一个很完整的描写吗？因为这段话不也是彼得他后来他后来持续靠着圣灵的大能服侍主一个很好的写照。当在使徒行传第2章圣灵的浇灌下来的时候，彼得一出来讲道，5000人信主。彼得后来好几次被犹太公会抓去，他有在怕吗？他甚至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怎样应当的。据传说，彼得最后是在罗马倒钉十字架殉道的，是不是？这不就是彼得一生的写照吗？弟兄姐妹，这段经文不也是你跟我最需要学习彼得这样经历神的过程吗？不是吗？在33节，船里的人拜他，这台语的船里的人拜他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这些人11个门徒，一开始怎么样？喊鬼怪喊得最大声的鬼啊，鬼怪啊！惊的心话上大声然后他只能按兵不动的坐在那边，看着彼得这样经历神走在水面上。当彼得真的跟着耶稣走在水面上走回来船上的时候，后面歌功颂德的也是他们船里的人拜他说：“你真是神的上帝的儿子啊！”上惊吓的那是这些人，上尾伫遐学了半天，伫遐歌功颂德的那是这些人。兄弟，你真正想要做这款的人吗？你真的只想当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在旁边眼睁睁看着别人常常经历神，过着有朝气、有喜乐、有活力、有感染力、突破的生命。
但是呢，自己却不曾经历神。点点你边看就好啊，过着这样比较没有朝气、没有喜乐、没有活力、没有感染力的生命。我们是不是愿意为耶稣来突破呢？让我们的生命更精彩呢？今天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彼得走在海面上，他这样的更深进入的过程，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深思，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彼得他因着耶稣，他愿意突破船上的舒适圈，走在海面上，经历耶稣的大能，他也真的突破了，不是吗？第二个，他靠着耶稣看破自己有限的才能，他很会游泳，又怎么样？他定义要呼求耶稣的拯救。我说这是一个顺序与态度，不是吗？第三个，当耶稣把他拉起来之后，耶稣已经完全跟他同在，他不像之前踏了2步就跌到水里，这个时候他已经把风浪完全踏在脚下，他已经突破，又在突破了。愿我们成为彼得的这样的经历神的过程，我相信这是神所要引领我们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称颂你的圣名。主啊，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背负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的，你的爱就在此完全的显明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同诗人的祷告，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啊，因为我们在世上有限的年日，如同彼得一样，能常常经历你的大能、你的美好、你的同在，相信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也不再平凡，会是一个精彩的生命，会是一个充满感染力的生命。主啊，因为你为我们而死，愿我们都为你而活。那是会是一个愿意突破舒适圈、有行动力，而且完全依靠你的生命，也如同彼得一样，是一个突破、看破、再突破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将一生的道路、终身的事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直到见你的面。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信诗276首，诗客我强主，从请起立诗。强因主，加大慈悲，就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引导我生命，是加到我伫地，我希望只好去，我来。
希望真好去，爱像你，是客我强英子，一生一世，真爱做你的囝，无论无变。主应在我心里，是客甘愿伫地，我希望一路去，来爱像你。阿门。请坐，奉献，咱请何塞同工。会从请起立因奉献的诗歌。请坐。公道，即马公道的时间，咱做伙来看周报。公道的事项，第7项，愿阮的眼光会当对这充满犹豫甲惊吓的世界，主神耶稣搁较深经历甲主同在的平安，闻着基体。卢雪英、李碧莲、刘淑珍、沈淑娜、陈丽水、黄世琪、陈怡君、杨志坚、林以诺、赖清光、陈秀龙、许章美、郭仁吉、李雅娜、林朝泰、张美玲、秦之谦，为着咱集体来祈祷。第3项，为着建成教会主理学的学生、主理学的老师甲家长，用真理去做家己的性命，用主的智慧教导世囝。第4项，为着这世上紧张冲突的区域来祈祷，求主怜悯、公义彰显，咱做伙来祈祷。
主啊，求你继续看顾阮的教会、家庭、国家，拢有你的大能同在。求你来医治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会当经历主你的奇妙作为。阮即时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人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阮离去，就救我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因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伫报告的台先，咱来介绍咱的新朋友，今日有跟阮做伙聚会的朋友。第一位是文定秋。他是从美国回来，文定秋，好，起立，我们拍掌，欢迎你，欢迎你。哦，当那个坐下，下一好，第二组是黄贝乙跟林应洲。一位是从马来西亚来，一位是在新北市三重区，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咱做伙来看周报，教会消息。头一项，本主理是玉山新下伊的奉献主理，本堂的义节牧师刚芒甲教会的黄景白传道师。交换讲台，咱感谢环传道的分享，非常感动。请大家为着神学的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第二项，本主理为合堂礼拜，爱参了教育部要举办全教会趣味竞赛，敬请把握全年龄一起同乐的机会，错过要再等一年。OK， 这是我办的，应该还不错玩。好，第三项，本主理是下晡3点半，知美牧师要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召开小会。第四项，5月26号下晡4点，教会要消毒。27号教会不开放。第5项，6月7号下晡3点半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第6项，6月8号为圣灵降临节，将举行今年的第3摆的圣礼典，请要受洗跟圣礼设立会籍的兄弟向牧师报名，也请所有主内的肢体预备自己，心存敬畏与感恩，与主同坐席。团契消息，6月6号上午9点半，上个团契要参加庆祝台北中会上联部成立39周年的年会地点是在我们的芒嘎教会。具体消息感谢主恩缔结良缘昨天我们的子瑜和义手完成他们的终身大事，感谢大家共同参与在牧家的喜乐。待会主日爱餐。牧家有特别准备油饭、麻油鸡、绿豆汤、贡糖美食招待大家，与大家同乐。好，那牧师这时候要补充报告。好，大家平安。大家都知道牧师昨天嫁女儿了哈，其实真的还蛮没有真实感的，还蛮没有真实感的。昨天晚上呢，子爱他很快的就因为我们晚上我们有家宴嘛，家宴我们有一些活动，子爱就很快做了一些后置影片，他都做好了，然后我就很开心也很惊喜，说哇这个影片做得这么好，做得这么快，然后呢我就一回头，因为我们就客厅，然后子爱然后他们就坐在沙发这样，我就一直以为子瑜也坐在那边，好，我就说姐我就要说姐你看那个子爱做这个影片这样，然后忽然发现
没人，哦，就是他不在这样，心里就忽然觉得，哇，那个感觉非常的。那后来因为这个礼拜，一节牧师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因为他们来参加婚礼的关系，都住在牧师馆，所以呢，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子瑜的房间，好，然后在他床上呢，就在那边开始想了很多，这样就开始一直哭，这样就是下午忍太久，下午太忍耐了，所以就晚上大爆发这样子。感谢大家，再来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体谅，因为我们知道宾客很多，因为子瑜的朋友太多，交友广阔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非常的低调，就是我们的消息就只有开2个礼拜，好，然后就不见了，好就没有。然后在之前呢，除了服侍的团队以外，我们也没有再提醒大家，就是怕大家就是宾客太多。那我在这里也很谢谢大家拿出我们建成教会主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把最好的位置留给外来的宾客。那我们呢，就是散落在1楼啊、3楼、4楼这样子，所以也很谢谢大家的体谅。那因为我们没有对外宴客，所以呢，今天牧师呢，就我们牧家特别，阿妈不要哭了，你不要再流眼泪，我说嘛那个你这样哭会影响我呢，我已经很忍耐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就牧师就想说，请大家吃饭吃刚刚讲嘛油饭、麻油鸡、绿豆汤。那时候在开小会的时候，我特别跟小会讲这事，也跟今天原本的主厨商量说啊，我们今天就昨天本来爱餐预备小组就让他们休息，不输给变呢，哇靠，恰打给安尼夹呢。没想到牧师一句话这个说的真的比做的还简单。现实上有现实的困难。那钟情呢？第一个跳出来说，牧师那个麻油鸡叫外面的太贵了，他们不舍得让牧师花这么多钱。他说我自己来煮，我们自己叫料，自己煮这样子，牧师就可以省一点钱这样。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谢基金会长老，还有钟情长老，还有昭明也帮了很多的忙在这个过程。然后当然在我们昨天爱餐小组呢，也有就是备菜小组也有。又帮忙切菜啊、弄菜啊，没有提早来这样，真的很感谢大家。所以待会呢，大家要好好的吃，好好的享用，有油饭、麻油鸡，还有绿豆汤。好，因为怕有些孩子也不能喝麻油鸡酒这样子，有酒好，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用钟情长老又弄了绿豆汤给不能喝酒的、不方便喝酒的弟兄姐妹来享用。所以在这里，牧师代表牧家再次跟大家谢谢。好，传道娘，传道娘介绍一下。奉献名册，请咱家己来看。上引信诗507首，因光归圣父上帝。会众请起立。但愿创造宇宙万物、全能佮慈悲的天父上帝，透过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救赎的恩典，而且借着圣神带伫咱每一位神的兄弟的心内的相通甲引传，甲咱众兄弟姊妹三个弟弟，对直接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
请坐。会倒、避讳、